来主厨好食啊，飞哥，教人做个好食的五味料理哦。哎，各位乡亲大家好，今日哦，你也做料理哦，适得时期哦，还能该不用包好食。哎啊，唔讲啊，今日老家数年吼，两位合作啊，冇研究讲，五味用来做呢，看来看去，啲五味就按样做，还叫咩来包起来。真好哈，来，菜名系啊，啊，我那五味，诶，叫咩五味吼？包虾仁，我那馄饨汤，五味馄饨汤，试过冇？五味偏食堂哦。系啊，南北下来行去，唔试过五味偏食堂嘛？唔是呢，唔是哈，唔是，哎，因为观众朋友看哪呢？學到嚟，哇，五味偏食堂來，拍出嚟那條，那五味啊整必熟嘅，哦，先整咯，先熟嘅，呀，切肉嘅嘛，對好，該切熟，五味就細香的哦，皮刨的，來切片嘅，一切片，好，拿隻整盤嚟，好，再擺啊，淡薄，但不要放多一整啊。哎，做得哦，哎，做得，我现在装米了。哦，也做五味，番薯五味当好食。在食到时期哦，做咩婆排骨汤啦，啊磨出来炒啦，啊，破些时候去啊装五味哦，用10天呢哦，10天哦，买掉个盐哦，叫你几点拿去哦。哦，那个不用烧水的，不都来蒸下去。真的哦，也才蒸了10分钟做的。啊，人家说哦，哎呀，真烂的。五味人家说哦，真假啊？你切薄薄的哦，一下板2下板出熟的。哦，来准備盤嚟咯。對嘛，聽說哎，下陣咧嗬，剁油嘅啊，剁油嘅，但你現在整較細啲嘅，因為包個餛飩底部湯太上面做唔得，所以切較細啲。哦，細塊的，細塊。你唔是都蝦泥啦哦？唔是，哦，要真係口感哦。好了，差不多10分鐘到了哦，看下咧。哦，五味人家說哦，熟嘅。啊，真熟嘅嗬，嚟夾起來，嚟切隻沙太王公哦，沙太王公，沙落去。哦，我看人家加拉夫就要裝芋泥，五味泥。你冚啲細角嘅啦，細角嘅。醃啊！你無兩加拉貨人如果個插嘢咩做得啦？插嘢咩做得？用素鹽咩做得啦？所以講素鹽做鹽就大做。素鹽燒。哎呀，燒的時做鹽啊！看量哦，一般哦，你不用五味撈個膏肉哦，找半股啊，一股對一股啊，1比1。哎，一股對一股啊。哎，做包起的時候唔愛硬啊。但是人都吃東西哦，像膏肉不用浪費時間，你包起來，像個包水餃、包餛飩咪咁樣。你有上次是不是有肉會濕？所以你要包到啲菜類都要哦，肉吃起來還唔係硬。哦，你睇像冬邊麵，冬邊麵，冬麵係咪？但係那個膏肉不用落去。膏肉。膏肉來。全部好，中落。中落。好，這樣搞落去時間哈，下陣你咩落去？哦，差不多吧。做得，這口感當度好，切得當度好。老虎哥的刀法噃，越來越厲害，越來越厲害。哦，攪，你按來調味。哦，攪一陣。攪一陣。有魚。準備去洗湯匙的哈，來啲豬肉蟲，油葱酥的嘛，洋葱油，一個大哦，用豬肉一個大，加啲落去，加啲落去，還有啲肉氣啊，唔係走，不用啲麻油嘅，嚇麻油，香油不用啲落去，來胡椒粉。哦，客家元素哦，胡椒粉同香葱油，
放啲鹽落去，哦，放啲鹽，鹽花嘅，哦，鹽花放啲落去，食起鹹鹹嘅，我食起糟糟啊，根本冇意思啊，唔係冇車啊，嗰你看地位度哦，如果你感覺聽糟嘅嘛，啲嚟水嘅，打啲水落去嘅，我係打啲水落去，食起啊，係咪？硬蓋啊！我來餛飩皮哦，準備好了。我爆餛飩嚟啊！係，我爆餛飩哦。來呢一邊哦，湯頭我來準備一鍋。哦，骨頭湯，就是哦，用太骨頭去。哦，這個冇皮湯。這個冇皮湯。呢一邊準備一鍋哦，小水打了湯嘅餛飩。哦，餛飩先湯過落去哦，咩？即係跌落去煮咗。即係跌落去做嘛？佢做嘅皮啊。佢做嘅皮淡薄就咁樣，太白粉。你直接掉落去就係湯頭。我黏黏。黏。哦。就種高纖咁樣。哦，呢差唔多嘅。好。嚟爆啊！好。先包得嚟看啊。先包啊！看捱爆啊！先搞上嚟看啊。熬一啲水，你冇鹽水啊？係啊，喺搞唔正確嘅做法啦。用啲水。個皮哦，用個鹽嚇，對啊，準備啲哦配料哦，比如凍黃，哦你啲水蜜啲四角形，哦夾下起來，嗰啲包啊，你小帽型那種嘛，即係水夾下起來，你拉過來。哦，小帽型啊。係，就變成膜咁樣個係喎。你像魚餃嘛？係啊，當槍嗬。或者有人講平常嘅攞杯，食啲餛飩就用凍嘅，係啊嗬，凍嘅嚟控度嘅。先夾啦，先夾啦。係種餛飩。有冇較這較醬？啊，看啊，凊彩看啊，嗌落咩咧湯頭嘅。我吃飽看啊。吃飽看啊。先拿肉嘅嘛。先拿肉，然後這樣變水。冇先抹水哦，等下一下多做段時間，皮是挺濕嘅。哦，有聽太黏。誒，抹下水嘅。好咧，差唔多。嚟呢邊骨頭湯哦。嚟準備一下鍋。哦，保安太黏。係啊，呢邊骨頭湯，嚟，將啲湯頭，胡椒粉，鹽，將啲鹽落去。哦，碌啊。跟住少喎。有沒有？哎呦，按好食吧？還冇食家頭，食較多好食。係啊，煮湯煮下多啲。好咧，湯頭咧，你咁成到濕下，讓下變濕啊。太火。好，太火嘞。像你本身哦，佢皮淡咗就太白粉，所以哦，湯過湯下前。哦，湯呢片來變到誒。卷菜係。葱咧。啊，前後食嘅客家油葱酥啊。入邊你聽我嘅嗬。你係聽我嘅，放落去。哦，放喺度就較香。係油啦。較香，嚟洗好白菜。白菜先放呀。哎呦，你阿哥啊來就好呀。哦。你餛飩沙巴好，大把過來就好呀。白菜，哦，當好吃白菜。之前都種下自家種啊。自家種啊？自家種啊。根本種啊，睇頭先。你有電腦？唔係啊，要唔係專門嘅。我白飛啊。你廚師要唔係農夫？我白青菜飛啊，飛啊就好咧。我嚟啊，我嚟出撩起來啊。好，凍起來。你係凍起來嘛，餛飩嘛，粒粒緊，就唔係綿綿。哦，呢邊咩好咧？芝麻湯頭哦，哎呀，還有個骨頭妹啊。好咧，再落起鑊咯，就撒起來啊！哎呦，我拿兩張。唔係，我睇拿點，五隻下安全。我睇拿點。
哎呀，来耶，来，苏老板。慢吧，那慢，等呛住的。哦，當到喎，日本講黏，哦，啊黏死哦，開飯店哦，冇講嘢食呢。哎，大哥下飲到誒，較正冇？哎呦，來，哦，當好吃的芹菜，葱花的，哦就葱誒，下邊頭蛋糕較正。哦，還好吃，真香。哦，哦，第二盤餛飩湯，烏嘅餛飩湯，來來，煮好咯，啲鄉親大家享受下。上菜。芋頭餛飩湯，烏嘅削皮切片片嘅，蒸熟以後冚到綿綿準皮，白菜切節節嘅，下鹽搭邊綿綿，烏嘅底肚加膏肉、下鹽、香蔥油、胡椒粉、鹽、香油做成料嘅。填料嘅用片色皮包起來，用水燙過，按嚟煮起來，湯才唔黏黏。皮湯煮滾以後，放香蔥油、白菜、片色、調味，之後飲到蔥花、芹菜，按嚟做好咧。